我係曹星如，其實我就會比較簡單，即係可能陪下屋企人啊，傾下偈啊，打下機啊，食得放鬆啲啊。因為我比賽嘅時間其實就會有啲限制嘅，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嘅時間，成個過程裏邊都好享受，咁就係活好啲啦。打拳呢，我享受一啲好細微嘅細節。對方進攻我嘅時候，褪後半步就啱啱好避開佢嘅拳，然後即刻就可以作出還擊，或者喺對方防守嘅時候揾到破綻去進攻。生活有時可能會面對好多困難啊、挫折啊，就好似喺擂台上面，對手都會進攻你啊。喺18年嗰時就開始轉咗做業餘嘅運動員啦，得3回合就好似由一個長跑轉咗做一個短跑咁嘅比賽咁，成個節奏都好唔同，好似好多鎖鏈鎖住自己咁，好似唔係好做到自己平時練習嘅嘢咁樣，自己都未入到嗰個比賽嘅狀態，個比賽已經完咗啦。最後喺奧運外圍賽就亦都無緣去參加呢個奧運。低谷嘅時候，朋友同埋屋企人都真係好緊要嘅，因為有時可能自己睇嘢嗰方面就可能會係好似轉咗牛角尖咁樣啦，喺一個角度去睇件事啦，淨係睇到啲唔好嘅時候，你心情一低落就會一路插水式咁樣繼續低落去咯。咁但係其實可以同身邊嘅人啊、屋企人啊、朋友啊去傾偈，跟住可以會有多啲唔同嘅角度去睇翻件事呢，其實都好緊要。近排因為轉翻嚟職業嘅拳擊啦，咁準備緊比賽，所以瞓覺有時練到啲肌肉都緊晒，有時瞓下都抽筋。但係瞓覺其實好有幫助，真係放鬆晒個人啦，即係平復翻自己嘅心情。一個人嘅身體好似一粒叉電咁樣，當你嗰個電池你都用到盡晒，你唔停低俾佢去慢慢去叉翻電，好快你又會再冇電㗎啦。咁所以有時我覺得都應該要俾少少嘅時間自己，即係停落嚟放鬆一下，俾嚿電池插翻滿，第二日再用過。大家記住照顧好自己嘅精神健康啊！好心情由活好啲開始。